啊，又講聽講歡迎有人，個在到底嚟聽邊咧福建嘅節目，即係禮拜我隔壁店，我嘅嘉賓是隔壁店，來隔壁餅子拗，哎呦，死位別仔走出嚟，到底位嘴角撈出嚟啦，隔壁餅子拗，一個大餅子拗。古靈冰啦！哇！sorry，古靈冰字啊！係你講得比較揼咯。你一個大粒頭一粒，半赤色嘅大粒頭。歡迎嚟邊咧學嘅節目，呢禮拜咧，我自己講到個別點嗬，我咪講跳出嚟，我講聽咩事，我想到這話題啦。但我禮拜是，我一朋友老朋友冇看到20年，伊都好來一邊，看是啲，咁我咪出去食咯，都會真正一年冇都第一大 LA 啦 normally，然後佢都會是一隻借落來頭前面講 ，OK， 今日接我請，人會使教我請，老朋友咧一年嗬。想冇看到一個是想一等人看想過嘅了，然後我哥哥你應該本來學見嘅是講啊，即係超成你咯，所以啊，伊當然冇如果實聽隻節目本咧，有可能聽到本咧。我講超出嚟嚟，個別邊講，我係記我一個 friend 嗬，我政府 early 20時啦。伊是一個啊無出類嘅人誒，你無猜你甲伊去後面為本下，伊甲了無出類，哈你物件伊叫嘅物件來個了哈，伊就點點嘅，所以我一人就要無一好類個了。I think 我甲伊出去一站啊吼 ，after that 我直絕交，我直買參與。一張個爹講佢話講邊咧冇好類啊？伊想講無物件，伊想打掃呢咯。伊個寄物件，伊去隔壁店叫物件來個伊面前個，伊本想打波咯，就我是慢嘅咯，我都俾隻無影好。你俾我解講嘅，好對。無咯，無應該對我請人是唔要緊嘅，是講 if you take 我 for granted 啦 ，sorry。我買，到後來我直接絕交，以前我第一記一個第無好類嘅人嘅啊。但我時就是阿超。新加坡阿蕉就是講啊講，你講你到底買好類嘅人，你這是講是只個別店食物件，看物件嘅來啊，一講無好類嘅啦，然後你就睇下啊。嚇，咁了你特別學咁了，包括你愛 share 你個記嘅，咁伊咁了你本特別學咁了就對啦。頭款啊。頭款。你這是 reverse of 你搶好類嘅人咯。啊，老闆其實講食早餐啊，上面啊，你唔是食學個 food 啦，你早餐看 ，after food 嚟啊，嗬，咁了18嗰時嚇，咁好類嘛。我講話就係你攞搶好類。唔再講下講。來，買個一件，你買個一件，來，我起行啊，把刀買來啊，來。我就是咪講緊你看你物件啦。真嘅安迪，我感覺我要只小碎啊！來，一杯。你咪聽過王啲講，一類無好誒，一類未用誒，來叫我誒。嗰個係個人嘅 tray 啊，人下你係你女入邊一個夾起嚟個甜嗰啲係人嘅自律超。嚇！而家就安迪啊啫。安迪哦，喲。誒後面渣就俾學一樣，你咪卡渣啊！你就咪出去食時，你咪卡渣計你個別店嘅人講啊，講你可能買計一間小女啊，我學係咪物件啊？呢講白呢，真好笑。if 嗰時講我有影愛買車嘅咧，我就講啊，食摩頓樣嗬嚇，咁樣去講到會好類啊，所以嗰時講去代率係啥物物件。然後有陣時人下你坐了坐頂看了個病去喎，買解釋。佢 create a scene 了。係啦，誒，做咩事啦？呢自己跳好類啊！哎呀，那是假死啊！你就俾希望，你問嘢哈，你問嘢，你假嘢，假死，即係點樣做 drama 啦？咪做款就係你。啦。有錢一條款呢？
再講，有搭咧就是愛面、愛 face，有搭咧就是 show off，有搭咧就是 there are many reasons 啊，why 人做呢啦。有人是學類是，你而家成日講啊，你而家有時時咪請人食誒，你會學類你咪是個請咯，係咯。For 我 the way 我嘅 perspective 就是成個 friends 呢 is take turns 咯。So okay, this time you pay, so next round is you pay. So even my wife 介意 colleagues 出去食，有時想伊人 take turns. But of course 有大人所以款嘅都是掉底賣出嚟咯。即係講點點咧。because 我古早細漢嘅時，我 experience 真係多，係。特別the way 我看就是安尼。If 第講賣出不要緊，我出。But 安怎好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我 believe 就是 eventually you have to pay it back one。啊，無是無教咯，成個變朋友咯。No, what I mean is, it's the way 我 perspective 就是 even 成個人 if 人賣出 then 你出。Eventually, the merits is yours. Eventually, they will have to pay it back. There is always a balance. 特別啊，下面講有一種嘅，即是一種嘅壓嚟本就，當然係等人嘅教者啦。我對本來嘅是啊，特別我講條我教者是定住是話朋友講咩請時，我直頭講哦 ，OK，thank you，冇個請。I think the US 嘅了本是個 Dutch 啦，嗬，冇講超係嚇。US depends 啊，有陣時 Dutch 有時就是 take turns，有陣時就是成個註冊。If 你會 go Dutch，伊人食是嘅 calculator，你 bill is split 咯。你 pay exactly that 咯。當今較好啊！叮當都被搬嘅時，往時啦，學你看面色嘅。叮當時學你看面色。佢個別點人啊？冇啦，攏會使一個人學咧，佢嚟慢慢搬嘛。伊想講，哎呦，伊叫你想講啊，這一度啊嚇，我搬8人啊，一人 individually 學，哎呦，變惡變炒咧。哦，冇啦，未使一個人學旅遊性咩？了個嚟學嘅了，就對一個人。啊，那麻煩嘛，而家上正人佢就學 credit card 呢。有大人 one person 學 saying that eventually 人佢咧學。You pay that person, but it depends on. Sometimes you pay, 人 pay exact, including tips. 有大人 pay 時，伊人後版買 pay 伊人嘅 share, so 伊人 short change 咯。And then in the end, you are the one paying for that tax. 係人嘅碟嗬，人嘅碟。So there are many types 嘅。我記古早細漢嘅時，出去Japanese restaurant 咯，到啲 hotel 食甲我嘅 schoolmates 時 ，there are incidents where 我嘅 schoolmates 人家咧都唔知。但好彩我等出去嘅時 ，I make sure 我會 handle。So, but you learn from that 啦。I mean, you。古靈兵嘅古靈兵，係咩？你把槍出嚟啊？我 usually 是唔捌啦。係啦。冇，我嗰時，如果講成個規班朋友白白出去食物件嘅嗬，我嚟正 clean 嘅，我人個了。來到就是我人做makan嘅 event 咯，就係如果你去 food court 啊咪個了嗬，然後有6個人，所以我人是安怎咧？我人頭咪講，一人就30塊來係到頂，就6個人是30塊嘅咧係到頂咯，所以係咧嗬，如個了人出嚟6個人，愛去叫係咪攏去叫，個了就叫啊，無關。了個了人，了人就係你累出咯。了只係是咧，只係是個人公司啊。
冇，成個碌咪叫個記者一嚟咩呢嘛，就話你會學嘅米啦，然後咯，然後碌就係你沙爹啦、雞絲啦、ikan panggang啦、魚係你啦，嚇，個料係你 share 咯，多種。哦。所以個料是用係你攞到出咯。哦，แล้ว你即係แล้ว你家己叫嘅物件是到底喺邊入面用煲嚟攞，也是家己家己。用煲嚟攞本咯。哦，你睇你去叫個好料咧。grill 咧，冇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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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一人30塊物件。แล้วก็จะว่าbecause ว่า有時我做工嘅時，I mean 我個就去 meet customer 嘅嘛。所以嚟講我 meet customer 咧。我今日為就是好裝，我知道啊，我俾成嘅。哦，成學類啊誒。啊，人其實打發。阿涵對嚟啊。係咪我住就拍電話號啊？哦。超女嚟夠人。我咪有收到過，我去對一個 customer 咯。แล้ว我會記好49點幾人嚟款咗咋？แล้ว你咪成日忘記並忘記，而家我做保險嘅嘛，所以我咪係講 insurance 嘅物件。所以我咪等一嚟按價磅嘛，一嚟一諗咪想 ，you know， 按係9點幾嘅就是dinner了咧嘛。所以嗰隻咪叫個邊啊咯。所以如果我都 customer 有時出學 customer 本啊。所以我咪 order 個邊啊，等你แล้วอี按價磅嚟。แล้วยังจะหลังเกี่ยวกับโควิดมาเลยอีอังกฤษก็ออเดอร์สปาเกตตี้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เราบริโภคหลังเจอหอยมา所以我咪請條河，แล้ว第杜蘭嘅位就是係咩？橋壇。個人講伊สปาเกตตี้冇好食，你一陣睇你幾嗱除咗下條邊啊，哇！我講嘅直接伊嘅你話。你唔要計價嚟食，你計價咧，特別我大包堆去。你計價嚟食，盲料。你話我你計價，啊，即大包堆後咪搞隻，特別嘅結隻。我是背，是講我冇時間咧 extend。你有個超彈啊，個超彈好女啊。แล้วenjoy customer 係嘛？แล้วon that night 我才要 sign up 啦 ，then you know。個成呢個做掉人，都冇大掉。แล้ว嚟講我都條係你去將後邊配嘅 ，because usually 個就我係學女，我成日我個朋友我冇嚟學女性嘅。แล้วif 我都條去將，你就係講佢哋唔識做嘅那款嘢啊，未曉嘅啊，係啊。ลูกขีดเต้าหนอเต้าสาเต้าก็แล้วอีพุ่นเสียสาเต้าก็แล้วจะมันแก่เสียผมมีแก่ลุยชุลายอันนั้นนะ4 บาทอันนั้นเนี่ยแล้ว第4เต้า我想我เนี่ยว่าไป做嘅มีแก่เสียทำ咩我去 order food หรือว่า order 追冇แล้วคิด到了ปัง嚟啊แล้วขัดดู冇跌到頂嚟啦อีคันนี้รู้ตัวเต้งตัวไหนสิก็แต่เมื่อวานก็รู้หอเลยอ่ะ20塊嚟好啊咱冇聽到嘅係你冇聽到阿涵呢阿涵係咪？阿涵你超好累哦你把超好累嘅我就掉大擺講超好累嘅哦講下嚟伊頭一擺請我是我人頭一擺日會時爾，伊好累，伊學到了嘅累是我人頭一擺日爾，了迄陣時是伊學食，我學 movie ticket，了 other than that 啊，我人做一個是我人50-50加了嘅是搶嘅，我搶愛學50，我唔知做咩事，我真客氣。你唔係一人學一刀啊？嚇！我一人學一刀。想啦，嘛50-50噶啦。冇啦，你學時較白氣較笨機會啦。冇啦。Hey, today I pay. Okay, let's go coffee shop. Next time you pay, let's go Eden. Eden, oh. The ship. 伊就講 Can you at least let me treat you properly 啊？講 No 啦 ，never it's okay。我講好，然後下擺我嘛是個搶好你個。But actually 有 a method 嘅咋。
dating 嘅是請學類，so last time 佢早我 date 嘅是I pay for dinner，但係你查某I pay dinner，so 我講 never mind 啦 ，I pay for dinner 啦，then after we watch movie you pay for the movie 咯，then even 咯，or else 有陣時我甲人出去食嘅時 sometimes you know 人請 then I just say I'll buy dessert。Or, you know, if 我請 then 人講，哎呀 why you pay you are guest 我講 okay 啦 you want to 請 back you buy dessert 咯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counter 我這邊老闆maybe 馬來西亞個無特別美國誒有人成日講比較伊學要學類啲呢了你成學你 offer 就學 tips 有啦 tips 嘛是30%呀好啦，是啊，特別你 at least 都出得淡薄。At least you contribute 啦。That's the key is at least you contribute 啦。特別有當時我成日講 ，OK， 嘅 after that， 立成成個到頭講 ，OK after that 咱去食 ice cream 還是 something 嚇，我甲澳洲中搶嘅時啊，伊就講，你會使互我請你哦。我講，唔不要緊，我是主人，你是客人來我請。真 natural 嘅，去 Australia 時間可以請。是咯，去 Australia 我無類運動可以請。對咯，你睇邊個出 Australian dollar 咧？出嚟嘅。哦，是咯。伊愛請咪可以請。好，我看到對我看到對這 ringgit 當見佢在起啊！落到對南部3.9啊嘅啫。sorry，US dollar 係咩事款？OK， 我俾講下你搶女個搶女嘅。頂到嘅人客是講你特別請人，你想特別是不 consider 成個禮數呢？你就你特別成個講做主人，成個咁講做主人，你特別請好類，即是禮數嚟。แล้วเลสอสิจริงๆอยากกินเนี่ยเลสอสิตำปบินจุยบุญจะไปทำเลสอ啦รู้สึกรู้น่ะสิรู้โบเลสอ嚟講รู้โบเชี่ยวหอเลยเลย成日別人講即係有人講嘅咯，等人哎呦家家我去知啊是啊，好我出啊，特別個請嘅咋，特別到底是個請未好類嘅咋，你貴嘅時間嚟講嘅有冇啦。有誒，你老人啊，真係是咩？嚇！你講，別，我出，แล้ว你計超幾單嚟嗬？แล้ว你贏係你學女嘅時，肯定以後會講啊！哇，家嘅無，係咪無講嘅超淡薄？可能學我學有誒，I think modern generation 冇啦，older generations 有。哇，講你後尾講你，哎呦，家學我出類，特別超嘅喎，到頂嘅事。我有一款人哈，就是講有人有記過我啊，佢愛學類嘅時啊，就隨甲清楚，有人伊有食蝦米菜，伊無食蝦米菜，伊就隨落去。我真袂打閒呢款人，我睇人啊。我是 consider 成日是講，我食較濟嚟講佢，我係 try to 隨學一啲無食安尼濟人。較少，特別較濟時咧食少人講免做誒就會啊，然後，because 我是歹勢，本我是驚講人講，哎呦，你這個試探食，即安尼濟個嘢出上濟亂番。特別咧較濟我去參嘅人，較就是食少人本無嘅啦，用一頭講免做這even 隨就會啊，然後。是啦，若是拄着人甲人講 OK 啦，甲咱隨分啊，白分嘛好咯。若是啊，你找着一個人含愛白分啊，就淡薄無爽，佢愛正一點，你看。愛正義啊！我昨昏甲朋友出去嘛，
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ซากิ้ว是真好朋友嗰啲 drama club 嘅嘛แล้ว就出我人就叫一個大份嘅 fish and chips 一個 Caesar salad 咯แล้ว迄個朋友無食 Caesar salad 嘅啊伊講佢Caesar salad 買水碗嚇我就淡薄愛整因為我甲迄個其他嘅人我人是50-50幾個人就 split 幾個人我人無猜嘅較會啊當今人很水當今啊，每人馬來西亞有成個人是去食物件是啊，甚物你學類啊時候，你要興對類嘅時候，用下面用嗰啲 bank transfer 啊，啥物，還是學 cash？我是若是我學類啦，我學卡，然後我收伊人嘅 cash。然後我買啲地類。是。tapi 若是講你無 cash，成個無 cash 啦。像我這邊用來 app 較濟，就是我人用 cash，一個 app 叫做 cash。伊是 Square，你知 Square 啊 ？Square 你收類嘅 Square 啊，嗰要做啥子 ？Square 插到啲 iPhone 裡，你肯刮刷你 credit card 嚟啊。伊 for， 你 attach 你嘅 bank account 去，伊 account 咧是你成夾類學朋友問類啦。伊無算你 extra 嘅，所以我用只借佢哋咯。成個朋友用去食咩物件時嚇，我往時用無叫人 waiter split 嘅時，我就家己學類咯。就講 OK， 我20塊看下，แล้ว叫嘅人咯。嗰個一個就是 PayPal 咯 ，PayPal app 乜嘢？Actually，嗰一個陣。嗰一個叫咩嚇？You missing on one. Look, PayPal, of course there is, but you missing one more, which is Bitcoin. Oh, coin. That's right. Bitcoin. Ah, shit. No. 我冇呢 cyber. Bitcoin 有 dollar to dollar 嘅，Bitcoin exchange rate 是安怎呀？Bitcoin is 真係 complicated.And then government 依人被 monitor， 被 control。It all depends on the demand the market。我想講，冇一個 app 叫做 Coin 嘅，唔是？我冇用 all these things。冇 ，I think 是 cash。伊類來是成個 coin 嘅聲，伊成個吭吭，但你見嘟嘟叮嘅聲，你知？你人接嚕嚕嘅聲。แล้วอุจจาระสิว่าบริการคุยว่าบริการ用แอปสิ哦 yes that's right 你頭用แอปสิ你介紹一個人你唔知攤5塊是1塊啫咩所以我介紹人嗰時接嘅時候伊累接來是輕嘅呢我想講有貴啊我樓下我喺度啲房間一下我行去另外一個房間時我聽到另外一個房間但你驚嘅聲我想我聽到貴但係佢唔是貴好個仔隔壁邊都冇聲啊無聲咩？我冇講我嘛。你聲個咦呢？我帶物件咧。我想你買鎖掉咩？即我想到嗰隻超寬櫃。超寬櫃。講，你開細聲啦，我講得大聲啊。我是。整幾擺？我是無熟噶，就。係你人哈達到去啊！嗬，伊是無請哦，你有人甲你請，你個歡喜，你知喲？你好本好，你個歡喜啊！特別有個人去啊，伊達到哈是了都坐了變成觀光安尼咯，伊無互人請哦，人請甲夠，特別達到啊，伊有人，特別有人請伊就夠啊，就種啊，就無出來。啊啦，我是人愛請咯，但是我愛請還是我家己請。I don't mind 請，我唔是去 calculative，but if let's say take it for granted，我就無想甲請去。啷個拉薩成個講互人請咧，成個搭人整嘅咧。The truth is nobody likes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啦，that's the truth。啷有成個講，我感覺到成互人請，我係成搭人整嘅呢。我咁晚我咁晚我學曉，了我未記起啊，了。那是別人學我會記嘅，我是 reverse 嘅結構。
，because 我是別人請我後，我感覺到想搭人整咧，人請我請人嚟時候，索索去不要緊啊，甲別人咧開心。成個我當今啦，我才頂朝甲我朋友出去食，伊咪是去叫，伊唔是等人啊特別，你講哦，你生日哦，頂朝生日時我湊你出去食。แล้ว after that ว่า นอนเลยไปอ่ะว่า meeting จะบุกเอง so จบการจะบุกเองบุกขี่เดียวแล้ว recently บรู้ก็ขี่แล้วอีมันสิอีกงโอเคว่าเช่แล้วว่าเจอแล้วว่าจะว่า actually ว่า等人嘅ซีมุ่นแต่บทสังกัด講哎呀我不計成日เช่าใจ好เลย哦แก你傻啦你傻แก成日撸啊，個別冰咯咩？你夾夾啦，反正我對馬來西亞時隻人請我我十萬關事去啊！嗬，我淡薄成日哎呀死，唔知人嘅成日講我拍，比較少較濟我對厝事啊，較濟我對朋友啊，係咪講哎呀，唔緊要對來我請你一樣看咯。你無想 ，because 你有對來，我是講想白白搭搭去參嘅。嗱，特別咪是想我特擺對啦，我都唔是講我成日我出去食，一時路人來催我，你話請就對人我冇機會請。OK 啦，反正路來對來是個人買請路請個啦。我請隻鹹餅。嗱，講嘅念個 B 啦，無夠累啦。誒，嚟人請路。我唔是，我只 excuse 本嚟咧，我較濟冇 cash 嘅。我嘅媽真驚人請嘅咧，真嘅。伊講哎呀，講請我請伊都對我買嘅，伊講。我是淡薄嘅款乜咯，你成個搭人整咯，意思是講。我甲我嘅 colleague 啊，我人下，即擺你互累，迄擺我互累，即擺你互累咧，袂記啊，幾擺互累。然後若是我請一個貴嘅，像甲20-30塊嘅吼，了我人 next few days 食板麵啊，食迄款咖啡店啊，嘛隨咯30塊，嘛5擺哦，嘛6擺哦，板麵哦，迄款隨啊不要緊。我個無暑假小零成個小欠小久啊，是你笑那麼酸去啊！你有時看那個你結構講，哎呀，你請4刀呢，你6塊無夠貼你看啊！無啦，我甲我嘅 colleague 是相款嘅人，我人無安尼計較嘅。我咁玩50-50嘅話。哦。Actually 我 recently 去 KL 嗬，我去到我 friend 嘅位啦，แล้ว我人攞嚟 couple 嘛 ，so 我人 what we did was 上 lunch 都請。我真係細聲嘅，你咪喺度多嘢卡住坑嘅樣。OK， 睇到。聽到，特別像，像。下當佢當，你夾啊！講下你快聽到，你是無端人啊！下當講句當。我冇聽一分啊，呢。哦，下，那個明。了。So what we did？當車行咗。佢就 Milky 啊，咯。一個 couple 請 lunch， 一個 couple 請 dinner。dinner 較貴咧。冇啦，你咪去 Kera 啦，但是人講 dinner 較貴，也是有，但是你本食較好料嘅嘛 dinner，特別你咪 Kera actually 安尼較用。安尼你做兩節咯，一節你請 lunch，the next day 你請 dinner 咯，咪是平咯。哦，你咪是講見下就話請下，你馬仔你請啊，很，唔是較用嘅。特別我當時請，because 你成日出 dinner 個 lunch。哇嘛只上，KL 就比較貴，你再往食下面往食，哇！我去食下你攞，哇 ，very good，very good， 食個200幾塊本就喲。哦 ，Apple 冷茶，劍攞，一個巴拉公嘅位特別 very nice，伊像是台灣呢些攞，真係濟人嘅。伊唔知香椰攞啊？我唔知咩名咧 ，something Chinese 個了個講 Chinese Mandarin 我袂曉，特別伊上個啊，哎呀我唔知咩名啦，阿莫西，哈對，哇特別 very good，伊 service 個了個真係好，特別安尼食起來本是200，我見200夠唔夠？哇300塊啊，成日攞屎啊！迄個攞是安怎嘅 shape 嘅？哦。
攞 shit，攞 shit 咯。OK，等陣我去吹一名哈。我就 chat room 裏我係夜小英貴。巴拉講嘅位，哇，梗係 recommended very good。伊是蝦米？按照款嘅，伊蝦米特別㗎啦，等人攞揾無上。哦，伊個湯，伊是 from Taiwan 嘅，然後伊個湯哈，羅呀，伊上加，伊看落係 milk 還是買係 milk？哦，所以伊個上有淡薄 salty，個 tomato，啊，主要無食 tomato，特別伊係落起來啲湯啊，是食真正好食。你無食 tomato 呀？無。這為什麼無食 tomato？你都收分機數。What is the connection？ 我唔知。What is the connection？收分機個無收分機。收分機啊，是你食到 tomato 咧，是伊鼻腔了。哇！安尼你本嚟笑掉啊？唔是啦 ，because 你食伊 tomato 伊內邊那邊軟呢，我記你。所以無食。講叫請嚇，頂到嘅時是唔是去 Starbucks 時是唔是人請啊？somebody 請我知我實是咩？係你是 Jennifer。哦，對。啊，對，個請我。應該請你啉水是一個請你啉水是一個吉卜子。哦，吉卜子請我啉嚇，對。吉卜子未請你，我個未記。吉卜子到你幾個冇來啊？啊哈，你名台風 Taiwanese hot pot。台風 Taiwanese。TAIFENG。啊。哦，台風啊，台風。Taiwanese hot pot，very good。你講下伊安怎無像？伊個 tomato 係 tomato。伊個唔是湯呢，伊一個番椒啊，伊個sauce上寫摻peanut butter 個淡薄係 B 呢款呢，哇！你如果會使去 replenish，我唔知夾幾打喎你。你只能夾係幾碗係 limit sauce。伊無伊個上加，伊有淡薄口感啊呢，所以你個食係是你個爆料呢，哇 ，very good，must go 啊，這邊 must go。誒 ，OK。了，你好，還是你好啊？你是咯。300塊好心條。叫就阿妹食咩嘅麵好，阿妹食咩嘅麵啊？未啦，應該東京 K 嗰邊吧啦，講嗰邊嗰隻隻喎，了有陣時半，佢隻歡喜，我見隻歡喜四人啊。貴哦，我那邊個一個 Korean restaurant 本是貴嘅 lunch 本是200幾塊 because 佢直接是話人 the last meal 就下邊啊，所以我嘛是 decided to 請 lunch 又本是200幾塊。特別你去你朋友就大無相咯，你感覺你就學較濟類請本表記，比如大人。嚇是咯，如果你要使學掉，伊兩個去 airport 就往係咪就？好啦。朋友有咧。會曉會識做人應該 OK。而且無 care 不要緊 ，I don't mind paying 㗎了。if 無 care，係咧呢特別咧 those aspect 你出咧我都唔驚出。哦，安尼巴達我對件事。你教我介紹請我個 OK，我個歡喜哦。我個是個 drama。巴達我介紹請巴達哈。巴達我介紹請。我介紹點，你借出嚟我點。我學你成出聲，學你成講。你 slow motion 你學你超起你用嘴講你咩，咁我而家特別知我咧未出嚟。咩，咁我而家，我冇女啊，我咧冇 ringgit 啊，hobby game，即係抽坤咯。hobby game 唔是較貴啊，賺較濟。啊，人係你冇帶到學俾佢去按咗去找下路。冇啦，就可以 keep the change 個。你講I don't think so。你講人嗌下，你先我去食物件啦，學個 food 嚟啊！你嚟講下即3塊半，你我係3塊半是，我1塊美金，你講嗌哦。看人啩，if 會曉誒，嗌啦。3塊。即講嗰陣喲，即係3塊嗰特別去 money changer。嘛，真正個了解。你前個了亂水者咧，
我看你邊度咁㗎，我秒，因為我10塊個冇相啊。哇！我你談先，2塊呢2塊。呢個好啊，是買啦，俾你咪得 try 㗎，我咁樣講啊。我是買。John，嚇。人我講學2塊 ，it can be the $2 note 啊。Then there's a different story there. 這不是我有冇學過嘢，上一次假的。No, that one is 人收起來的咯。哦。Like you wouldn't keep money changer. 上個人the $1 coin or 50-cent coin, which is rarely used, 人收起來啊。係啊，2塊做字 ，US 2塊做字，我別啷。別撈嘅鬼公表。別啷2塊半 US。我 surprise 我對於人嘅有嘅事，那係你2塊嘅 note 人家都冇用咧。哦，冇啊。Malaysia 有2塊 note 咧。哦 ，last time。你 brought it back for a while。係咪食嘅？During the mid-90s 時有嘛2塊 note。mid-90s 係咩？咪攞冇2塊咩？咪攞1塊嗬。啊！誒，頂到1塊唔是大力驚呀？冇了。我暑假咯，咪攞冇了。就是大力驚咧，當叫伊人都用 note 都對。然後古早嘅是 before 人來 US 時，伊人用$2嘅 paper note，當叫人冇用了。冇了。誒， $2冇了。我嚟整。我哋比較 differentiate 10塊跟20塊，老實講。哦，10塊跟20塊差唔多像啊。是啦。紅蝦。真係 confusing 啊！紅蝦是就這類。嚇？咩是紅蝦？紅蝦是就這類。唔知哦。哎呦，啷個巴黎啊，到馬來西亞人我唔知。嚇？唔緊啦，嗰邊冰到新加坡。咩是紅蝦？紅蝦是10塊，是20塊，是1000塊，我未記啊，500塊。2000塊唔是林本拿食嘅咩？哦，來邊啊？2000塊？2000塊我看過，我古典這下子我看過。No， 人嘅 paper money 最大就是500都冇了。哇，1000成個是有啊，頂。有啦，1000塊。有啦，1000塊會叫。嚇，我會記本。我會記1000塊真正 rare。啊 ，OK，但係講到對，唱學類就對。Let's say 講啊，Let's say 講你去成食物件成成學類嘅位，然後你咪請你朋友食成咗嗬？order 咧是學類。特別咩意思？像啷有些成，那像啷去成只 counter 呢，然後 order 咧學類嘅是自己貼你物件食。啊？啷冇咩？講。我你在度講係咩？你按照請會按照請學類啦，成個到底你食物件咧，先落去食物件時，你是成個去行去啊 ，OK， 你學類咧是個嘢，特個咧是個去坐到到頂嘅食呢。哦，頭學啦。成學類嘅位，成個你 restaurant 是壓食了個學類嘅位。老實講，如果我坐落去呢位啊 ，that means it's very evident 我買請路咧。I never 發到特別明白呀。所以，嗰時候你人坐落去安尼位啊，你特別別愛請路。if 你愛請路，就你坐落去一個位啊，話伊個自己學路又成，偷嘅學路又成嘅。我係朋友較濟，時間又未請我，因就是甲我講嘅。了，我無請咧，就是講我來。無啦，有個人感覺你會請嘛，伊若是伊人學路 surprise 係咩？伊人買學路正哈，伊人就坐落去 somewhere 話，你免去請本嚟，伊人記要自己 set 到。如果伊坐個路去，佢咧就要學路又先自己學啊，我講 it shows that 我買請路啦。我有一擺我夾到我嘅 acceptance letter 嘅時候。我甲我嘅頭家，甲我嘅 colleague， 我一個 team 3叫人嘛，然後我甲伊人就叫講 ，OK， 我 lunch 我請我請，然後 OK 咯，我去食咯，食咧我去食飽咧，我去夾荷包起來，我嘅頭家甲我講，你買請啊，發燒啊，我
不是讲好啊，我车咩？你学生囝咧，你车咩？掉本啊，掉本。掉本咧，ended up 咧。伊車，伊車，後尾來愛甲頭家坐車好累喎。掉本下，你個誒，看乜是一個只物件咯？你細漢囡仔人無累免車啊？你看你。是。你乜事？我冇聽過啦，看你。睇，咱講可能係你 excuse，無成 excuse 要搶好累嘅話啥物？愛話所累。啊，係咩物件？我愛話所累。especially 去個別條嘅愛話所累。嚇！你喺你個別條講買我愛所累。啊，毛毛哥你來啊！毛毛哥。Hello， 食飽未？食飽未？啊，咁你特別來這一對去，較早時，伊個 line 嗰陣冇咩好試過啊，毛毛哥。毛毛哥，你數北京嘅時冇來，係咪數北京嘅時冇來？啲困 ，sorry， 當你聽到 ，hello， 聽到。阿 John 你數啦，冇數帶去個頭一個。阿婆你話無人啊，當今。阿婆你帶是無人啊。接幫毛毛哥本北京啊，教 Alex。ICI 啊。ICI。接幫 ICI 啲北京嘛。哦。有影咩？係啦，當然啲做掉。做條咩？我知。昨天做掉 chiffon green tea。喲！誒，你是在會成功嘅。你對啲，try 大家嚟試。啊，未做好就變咗唔真係成功哦。不，失敗是成功之母。啊。失敗是成功嘅老母。失敗是成功嘅老母，對嚇。如果 I process 嚇，直接 process。OK， 來講，請人。毛哥。你大擺是有個人搶女哦，搶出女哦。有啊。你地教嘅，我不知，我不掉啲過。你咪是搶，定住人嘅10 anniversary 嘅事啊，因為是伊嘅激是伊做嘅咋。過去啦，免講啦，唔要緊。伊請嘅你知伊激。咁你變得學嘅啦。講法咧。特別好啊！你個搞 order 啊，你個搞 order 都好食嘅料哦。冇，這個是有加工嘅鋼爐本。哦，加工鋼爐本啊！感謝加工。做唔做？因為伊吹掉路是家姐愛好一間。哦。啊，你話白搭到底係一間啫。但係伊到當伊個唔白路，其實話。I don't think 上一間嘅唔知，冇上人嘅。是伊來，假如白會。是咩？伊本是搭冰花啊。係啦。伊是399嘅。唔知喎，我冇拄到伊啊！伊家了是all go through the phone，了伊家己 deliver 過來嘛。哦，maybe 冇上啊，maybe 冇上啊。就係講到有天有地啦，你講到尾嚟講住嚟，黐絲話。你冇介紹一條邊度學嘅咯？有介講，你個每個係 event 個，你知唔知？哦。毛毛哥，你個人搶出嚟是你 excuse 上面，你使講當佢冇乜咩學你，你買你硬要被搶啊，你會講咩呢？冇啦，較 steady 淡薄啦，直頭講你一點點，咪出聲。我冇聽過呢句話。免 contribute， 咪亂嚇，免 contribute 一點點當食就好了。就安尼款，然後若是有較矮嘅，唔要緊咯，無的excuse 講我去 toilet 咯，但係無去 toilet 啦，直頭去 cashier 啦。你較大坑啦，你唔夾請，你唔成夾人請你講咩嚟，我好，你是夾呢，講是你傻呢。食袂落咯，安尼款。食袂落啊？你是甲我想，你是咁樣請人，幾好人請呀？有啦，是安尼款啦。
啊。OK 啦，不得有時我考慮。不要緊。來，不要緊。一個一個個頂到學過來，就是講 before 都自己借，一頭點 get 可以，個是點 cash 可以平平咧。哦，成考慮。啊。我定，特別成咧，我定。我定，這來食飯嘅時候，一直去叫菜呢，嚇，一肯定企起來啊，叫菜，伊係時去考慮啊。แล้วบ่就是那是去海杯阿珍就知แล้วเว้ยบ่ช่วยบาลังเนี่ยช่วยว่าสิลังเนี่ย阿珍咁就ช่วย都好累เนี่ย嚇ไอ้ไก่講เป็นๆ啊你 taxi 啊 message 㗎我冇去接你問個人少累啊你睇下เดี๋ยว啦佢ลังเป็นไอ้ฮอกเก้นตัวไอ้ message อีเซ็งมาแล้วอีไก่可能輸嘢會嘛怎講緊怎當 game 係咪揀咗講好時因為咧齊嘅咧哦 so far so good 咁佢滿เขารู้ใจแล้ว唔是啊咁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าโอเคอ่ะลุกเดี๋ยวเลยละฮะโอเคโย่ลองเป็นไอ้ฮอกเกนลองอีกกี่ห้าวันอามีลูกโอ้ก็จะเก็กซิมนะอาหารก็จะเก็กซิมอาหาร冇ทัน期喎冇講安怎無 the next day in public holiday 啊都冇通來อีก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ล่ะ我去學讀冊了。รู้啊，前下巴黎啊，啦。我愛 sponsor 我對來，我講我巴黎啊，你 sponsor。嗱，見我隨飛機票好咯，Asia。你甲安哥同你甲我講我 free fly 啊。OK，不要緊。你問講事，問講笑咯，依隻舊吹背幾多啊？一特擺啊，你隻 program 即係啊嚇，一步啪出嚟嚇，即係馬達飛啊，係咪即咕嚕啊嚇？好啦，แล้วลูกไปละไอ้แม่ลูกตุ้ยไหนแล้วไปจากที่เจ้าโอเค搞掂得得。OK，會使，我過去俾個 sponsor 我嗬。誒，等人講馬達飛時啊，人講馬達飛時，我實際上講唔知係咪名啊，馬達係咪嘅？馬達。好啦，唔知 Malaysia， 唔知係咪 Happy Air， 唔知係咪 Happy 嘛？tourism 係咪啊？哈。誒，我講下，我有一個新加坡嘅朋友嗬，嗰啲話啲讀冊嘅時啊。伊若是新加坡女去淡薄啊，我同佢講，哦，新加坡嘅人出來。哇！我是對佢，我這邊英國人對佢咪是了然。冇啊！伊特擺講嘛，新加坡落好嘛，講啊，新加坡2.9曉出來啦。哦，John，有了，阿伯啊，英國將對啦，英國咧。你個當車，個當車。好死了。哎，這點，你把敲出來哦，來講。啊？啥？敲出來。這是唔捌。哇，你是加大冰加古靈冰上。我敲出來物件好似真奇怪。我一個 brother 唔叫發生過啊，我嘛是去食 family dinner 咯。然後我拄好把佢邊咧有一個物件叫 M coin 啊，就是 collect 一個類，佢哋 collect 可以用佢哋 point 去redeem物件。哈，我知。So， 你係就嘛是搞 family 去食 dinner 咯。你我 brother 我講佢講用佢哋 point redeem 嘅，應該是伊袂記啦。然後我直播對走無地起咗伊人，然後冇關於咯，那個要對來時候看你入嘅時候做真正等咗，我咪哇，你何類啊？係啊，他們說，我講他們說特登要搶何類，他們說，我講要用 point redeem 嘛，係咯，我袂記啊。伊佢啲人食唔掂得波對，伊佢啲食掂得波對，伊別裝去何類啊真。哦。แล้ว特別個筆記嘅嚇，一個俾少少我介人講咯，我介人講你使咩啊 ？reverse 嘢 transaction 㗎啦，我用 point 好，你人睇先 ，OK， 你唔好對我頭，好佢哋 family 潮。你 brother 咪是好點何類，搶何類？係就往陣時佢就你得殺到千我冇攞千啊，因為是何類。哇！你個好料啊，我8呢隻嚟。
佢早在 Florida 係，冇在北海做工。哦。Luca 最清出去咧，有超好類哦。哈哈。即係物件嗰時是好類。超清好類啊，特擺。嚇。哦，你都冇計超呐？冇。你都學咩啊？有一個，我就係搞係一個 free skill 對那底啊。格里納底。格里納底啊！安怎辦法？伊人也冇唔是好類嘅。哦。即係人也是來學底唔得冇。怎麼聽唔到這電講話嚇？嚇，有影未咩？哦，我聽唔到喎。我對聽我講話，唔是你未聽我講話。人鬆冇喎，奇怪。你想講啲言論你講我？你講下，你講一派話，講一派。你都每一塊聽到哦。我冇估你梗係講嘅。哦，聽未標。冇估之後就見到喎，係樣衰嘅。我手板手，幾時見？我冇聽到啊！你做你 recording 啊，呢個水。冇聽到，而家冇聽到，一早一斷嘢下斷嘢。冇啊！真係聽冇到伊喎。嚇？你聽冇到過啊？哦。但係講緊你冇一對好都冇聽到啦。冇啦，冇聽到喎。伊咩話係咩嚟㗎？也知了。你哋咪笑聽，你咪笑聽隻 episode 嚇，斷一下，斷一。冇啊！剛剛在聽我講話，隔離一直聽未到。你超俾 selective 嘅喎。咁咧，嗰時我搞嗰啲出隻物件本好啊，啲物件來嘅嗬。啊，成下你我都未出嚟呢。錄啊。係咯，你未出嚟啊？嚇 ，K 都未 all back，其實我都未出嚟。誒，嗱，但係朋友嚟啊！特別冇啦，喂 ，actually 我一學先，特別嗰邊唔是興嘅類啦，哦，興嘅啦，嚇成學時我都未出嚟，一個節站嘅時候，是我家己學類咯，I mean 我出學生咯，嚇，因為講我就唔對要。Actually 啊，超學類啊，是我就未打閒物件啦。哦。咁所以，我那啥想真冇壞嘅。真了難。哦，冇嘛，因為你了解迄個 game 嘛。係啦，我就是因為跟了完啦，你 OK please 跟我講你愛出還是唔愛出？我是咪在你愛出咪出我出唔要緊。我是咪聽講愛出還是唔愛出咪？我講我夾 play the game。哎呀，買嚇！我咩嚇？你哎呦，我險啊！哎呦，你聽到這第一位？我冇聽到啦喂。講啊，佢未聽到。佢講啊。講保護。哇，冇都計 end 到呢。Thank you。啊，謝謝。冇估啊，你計38呢？唔係。我聽咗。白人。聽。OK，冇咗，嗰一個，咱是講搶出類，然後嗰一種也都為了假愛出類。係啦，就是假我未打閒。係時我冇做過。你冇做過？講嘅是假未啊？我都出嚟就睇咯，我都成條茄掉喺壁入邊啦。來，我學嚇，來我學。你會學啊？買啦，買咩？別使那看咧，誒，你出嚟個？哎呀，你都是那看呐，咩呐？不打我出啊！我梗係未打閒。
即係時候我咪都咪出下你攞 almost 攞清嘅，係你 dinner 咯。然後點前時就講，呢度講我曬你係點啊？前係嘛？呢度講呢個識嘅咪講，哎我咪估 share 咯 ，share 半區啊，咗成日喺度邊啊，尋算話咯。我咪講遲到啦，係咧尋算話咯，先講曬你係點 share 嘛？你就講曬你係點 share 嘛？然後我尋算話咪俾佢講，你有咩出嚟咩？冇講就係。哇，很犀利，這個 OK，你有 directly 講，有你無計做 pattern 嘅，哇，係你路呢事嗬，嗱個一種是借點賣出聲，嗰種個家己笑。係你冇做過啊？哎呦！我先呢咯，我是借點賣出聲。特別你我借點冇出聲嗬，根本是要興人類啦 ，of course。哦，有你都條無嘅喎。冇時候係時候我去食物件。加一個人啊，有教我嗰啲就物件咧，一人叫我打包物件可以嘛？我打包可以哦。然後嗰啲講，呢度都未見可以累啊，都要使哦。都係嗰時我出嘅嘛，我打包都係哦。我咪叫咗，1個半，邊個？等陣使哦。我咩先錯表？死啦，我呢個是冇。你講，OK， 等陣你過嚟嘢啦。你講等陣，我講 OK， 等陣你夾背時間嘢。你講時我冇應啊。你講我等你應嘅時間接啦。你背夾掉啦，你講嗱就1個半，講等陣使，講 OK， 等陣你過嚟夾背時我你話我累時間嘅嘢。我未使做，以後你就做。啱數，你頭家嚟。你所以你冇係我嘅呢女可。我嗰啲都未出聲，點掉？掉，不當然係試藥。嗰時我結果食物件，你話一個嗰啲出嚟，我哋出嘅了嗬。你講俾少少，未記起咗，未記起啊！可能我咪是睡啊 ，after few months 嗬，然後咪是我嗰隻嗰啲講好，拜拜。你數乜？然後咪是去。after few months 我就出去嘛，然後佢睡覺哦，一睡覺呢度一曬啲講出來咗，我一記黑字咩幾個月整嘅時候，我之後女仔是冇興我對。喲，掉，你落個咧買嘢。你我個別點知啊？所以冇 receipt 你所唔走接到錢。喲，黑字咩好？我是叫你叫物件接咧。你係叫，伊會叫佢這裡啊。伊未基本了，特別講我，伊大講我冇興意類嘅。喲，激死啊！有時我撒講媽都去食物件時候啊，聽到我出嚟先，免啊，你冇做工冇講就借，你過嚟試，過嚟興嘅你借物件免啊，冇見面免啊，免到學免你學，去啦你學啊，夾走。你玩你 game 咯，你看你 game 我就表演嘅。Hello，計咁計呢？啊，我想講 OK。喂，都愛出還是唔愛出？我講你講，一擺佫較慘個，我嗰底下比date 了一個有類人啊，了伊是了我甲伊出去咯，了伊是講巴生嘅福建話嘅，了我甲伊講我甲伊講廣府話咯，了伊就講。我想講啦，男仔請女仔，女仔開心就得噶啦。哇，迄時我落歡喜哦。馬拉仔啊，伊出國啊，幾個月 after that 啊，伊就有了找我朋友啊。我講 excuse me，你是佢請我食嘅咩？所以我無相信迄套啊。我講聽一個好笑，我發笑到我同學啊。超寬啊！我到底位 office 時，伊成個人，你成當時出去食飯嘅時候，當時嘛是愈行是我行嘅咯。然後伊特別出去請，不，伊去食嘅時間 ，OK，today ，today 我請，佢這是我嘅 treat。你咪是講，OK，你去食嘅時 ，OK 學女啊，你學女嘅時佢講，你是伊特別白 blue 特對嘅嚟講。Next time 嘅事你就會學啊！你睇
你 today 你 treat 嘅時候，你咪是 treat 啊，咪是耍咯，你都希望嘅人識做啊，唔打時。特別部嘅話曬 today 咪 treat 啊，一去到 restaurant 時候，類似講 OK 啊，不打來時你是啷行啊，知道啊行？你講你我負責佢哋是 guilt trip 啊。嚇 guilt trip。你話點解我出嚟，我請咯。一出嚟可以夾住我事啊！哎呦，我你啊，全年招你解啊啦，唔使得攰啊，唔使面嘅。你好，我 B 嘅搞佢，然後第一實夾到。係根本。哎呀，我冇時間啦。我想未再清楚講到時就好你啊 ，OK。什麼好你就是好。會人講學，我請落去食，而家俾事啊！哎呀，未記啊，我隔啊，因為冇夠 cash 啦，死啊，難裝啊！是。冇，唔是冇少價即邊，แล้ว我ก็冇賺夠 cash。哦。你會人食肯定。你講你細期又唔會食我咯，我看見咩個嚟仔咗。梗係攞興嘅肯。哎呀，但係我冇時間你成搶女嘅教者誒，我冇時間搶女教者。我嗱世界驚呢。tapi uncle 嘅咧 ，usually 我即係 family 入邊主要我可能幾年嚟 uncle 嘅。嚇，我厝 uncle， 我一個 uncle 唔是特別，我 uncle 無像，我 uncle 伊唔是搶學女背學女看誒，伊是背學女呢，所以伊是真實誒，所以伊知伊會想誒，咪得有當時嚇，有當時咱講變好時講 ，OK， 今日就往車下面物件。伊本想辦法先學女去嘅，所以by the time你去學女時，我啲學啊，伊是干那要搶學女呢，伊無插你有正式要學女，還是假學女，伊是要出女就對誒，你無辦法搶到伊就對啦。冇，你試看隻 uncle 可以一個俾學，一表來試下，你那邊只點咯，你隻 uncle 先冇咁出女嘛，隻 uncle 出咯。嗰隻眼嗰隻定定晒啲佢處咯，依邊日隔出嚟嘅，同你講，喂你未用咩咪咯？對，我你未用。誒，你不看個人超嘅什麼邊邊咧？可能成個即係笑名咧就。冇，我冇學過。because 有啲人是呢，有啲人是你看未起哇？你知有啲人哈哈。你看個死啊！係你邊咧有女要搶有女處女人個死。毛毛菇，你有聽過你個隻棒仔啊？棒仔啊？冇啦，我試掉點啦。試掉點問你啦，試掉點。冇啦 ，OK， 下面嘅。嚇，我不過是哦，係啊嘛，我就係講你棒仔啊，一個聽到一個，你有拄過有個人啊，成個要搶出嚟啊嗬，你咪可以出啊，伊會起行講，你看未起哇，肯定。哇！你看人咩？我一年喊咯，我一年喊拄條安尼款嘅人咯。我聽到，呢個別就是可以人哋咪就接啊好，像佢哋 family 去嘛，你話搶學你咯，誒就介人講，冇依呢邊用嘅話，你正依呢嘅。對，我咪聽頭嗰時你未來時我講啊，頭嗰時我就是聽，我有時候就我是講我朋友，我自己只 recently 呢是咪邊兩個朋友嚟，嚟美國，然後對伊是一隻借落嚟呢講 ，today 啊，今日節是話請人比賽教我請啊，你講就想講 K 時我個時候就隻 topic 咯，你講講，係咯，有時講依類別樣嘅你咪聽嘢，依個叫邊點講？然後學到雙女，伊上多點面走油，對，我罵你搞，上多點拍照。這邊有雙女哈，這邊有雙女，我罵講，來這邊有雙女，你一做緊一個別點人起笑緊去，做咩？一做別人起笑去就羅餅嘅都計嘅，double 嘢。佢嗰個唔針對呢，冚數嘅人俾搶學女愛邊咯。冇啦，有人是 manners，係 sometimes 是 feel 到。manners，我學話是咁啊，叫 manners 啦。Some is manners, some is I face I don't know what you call it. 愛邊咯。愛邊。It's not show off 嘅愛邊 ，it's I face。成個好看，成個做。
做人看，唔是差唔多，伊是成個 It's something like I been the manners 啊。哈，對。荷蘭邊嘅 manners 啊。你成個無你成個拉薩條路成個彎看係會看啊，人對人去食嘅時候，人就是講我無假事呢。我解我見咩冇盤咧？吹水？你睇下內 single size bed 咧好啊，全隻托卡好啊。你做咩事呢？因為 Q 一面層落嚟好啊。哦，咁你等於 Q， 而家等於 Q 係石落嚟。你一上房啦。一聽到，一未聽到咪好？一未聽到。你吉利。來去吉利。伊怕人啊！伊怕人嘅。我唔敢做嘢。哎呦！怕我聽啊，吉利啊！一個就困在一個一面層嘅，一個就困到外面層，有咩會困咧？你搞咧？哎，困到伊厝裏面。哦。你有冇看到你 IKEA 拿後尾藍色嘅衫係衫？唔是 IKEA 係 Daiso。哦。哇！我靠！裝超女河？嚇？超女哦？冇，呢個是河。我嘛成日你媽家自己看，有時 shopping 嘅時候，係至少我有去在你 shopping 嘅時候去買衫，你就講，哎呦，啲衫你貴就買買啦，我唔緊要買好路啦，買好路啦。你咪講嚇 ，OK 咯，我出嚟咯，我將買衫試掉700幾塊仔咯。然後呢個車後我就是用 YouTube 咯，哎呀死啦，無理啦，街啊，新街，就俾人佢話咧買啊呢啲。人哋點啊？你盲亂嚇，係咯。我呢個舊叫 trip 啊咯。你喊你嘛？毛毛菇。嚇？那些啊，你買物件出來物件，嗰陣時裝出嚟嘅啫。So far 無本啊，唔過有一個飯鋪，安尼可能物件。哦。哦。啊。安尼看好啦。แล้วขี้เจียปุ่นโบปุ่นอ่ะเขาจะ是อะไร出的啦แล้วลูกเชียวโบไว้ปุ่นเนี่ย毛毛菇嘅聲嗱個貝冰嚇 OK 個貝冰你就所以我跟你講我去新加坡嘅時候你就係出嚟㗎啦嚇無非㗎啦都出啊嗱個貝冰講嚇OK 哇街特別是有聽到啦，特別是聽到啊！我未聽到你講話，我未聽到。哎，你奇怪誒，drop 啦，係你就 drop 嘅。I think 唔係嗰時要冇嚇？嚇對。哎呦！唔使，特別我面長，你起來啦嘛，好啦。佢。咱吉利，我出嗰隻地方幾酷，唔係，伊爬你踢人就聽啊，咪。冇啦，你攝住佢未使咩？啊啦，你個攝住佢字去，我就係佢咯。攝住嘅。你阿媽就係我咪就頭下係佢咯。未必。哦，你看你啊。啊，伊佢你是個名係咪？伊冰嚟冰去嘅啦。嚇。哦。你未攝因為估搞咁聲又好啊，搞到出嚟被困教暈嘅嘛。我會知佢佢啊。嚇，你三年都困喺面層嘅，咪多嚟。你會講咯？哦，冇講。我閃啦，叫伊買一個 queen size 啦。當佢只做啊，當佢只做，你咪成日看咯，你買車，你講係冚氣。別，開始時候伊教我俾佢佗啫喎，我伊叫我俾佢車嚟面層嘅，我俾佢買車咯，一直卡兩過去，我俾佢上落頭下。你搞笑！你卡住我車要。聽到啦喂！聽到啊，俾你攞啦。蘑菇聽到未？聽到。蘑菇個別冰嘅聽到未？聽到。你看 drop out 後，你接來是你帶出去聽，你講一隻水對嘅，但係我講你看咯，蘑菇。水啦。個別冰嘅水嚟講。即係包開出嚟聽嗰個蘑菇。嚇，會使。做sense人啊，大晚唔記得 sense 嘅起來。你見喺度冇聽咧？冇啦，我講隻 end down 啫嘛。接落嚟啦。你見喺冇聽啦，冇嗰度都去聽咩？有啦。有啊。解啊，有啦。盲聽啦。解啊，做咩解啊？盲聽就出啦。
邊兩個咧4年呢？就就知啦，我去你 bank 我去銀行，我去銀行吹人了，誒，你去銀行吹嘅時候，實際頭家講你就輕一仔扣半。對，要興啊，要興啊。哦，興啊。啊，特別我朋友冇興。因為嗰啲就講了，我嗰啲要聽。差唔多，破坑啊，能夠了，不就老闆啊。誒，個有差唔多要小打，咱個咪叫佢播唱，講下唱好女嘅物件。迄日我人吹過嘅是有dinner嘛，曉？哈 DKL 呀，我早起就去雲頂咯，我會把帶澳洲中去看，了我迄邊咧就看到一個真水嘅旗袍喎，迄款長衫啊，120塊，我就贏了50塊。我決定就學咗70塊，你講你暑假買咩啦？我買啦，啲雲頂買旗袍係做咩？你講你暑假買咩啦 ？OK， 我買。你當我並稱嘅嚇。我看到。你咪代卷頂嘅稱嘅嚇。行來行去，阿妹幫咪行來行去。伊乖乖啲，我會肚內面有見伊隻驚。我都驚嚟驚去啊！去割別人嘅妹，你頭冇解滲啦，就冇啊割。呢個旗袍嘛硬嘅都滯喎。就是咯，你咪是你就是講去割妹啦，你去割妹人佢妹成講，我20塊，你先啦，好你20塊嚇，3到4到就攤平嘅你澳洲中去啊咯。我甲你講啊，John， 嘛嗰時肯伊做嗰陣時候，直接嚟嗰啲開嚟時候，行這邊變打去冇可能整。冇我成日一開，你講各每開起來是另外一間情調重拾，情調你解釋嘅。你嘅通常看都冇，冇你可20塊本啊。特別一把酒流血嘅了你。冇。這點你可以一張大張200萬。冇，你嘅出來看到是，做伊櫃台做住個啦是200萬呢。冇，係人可以幾個講咩啊？面罩啊你。冇，佢個驚係講，確定你去到落來是個戲話。驚咧！你係講確定嘅戲話。我熬我變吹路。熬到是個見面是個戲話。驚咯！哎呦，吹。OK。當感謝咱嘅收聽哈，當邊啲學見嘅 T-shirt 會使買啦，會計去邊啲學見網頁會買啊哈，會使去邊啲學見邊啲 bag 會 directly 買會使，或者你買看 size。แล้วnoise design 我或者對佢少特別情嘅，我講聽，我係 plan 啦，邊啲學見19今年啦，是內機會。是咪內你下掉內機會你咱嘅做隻 gathering 嘅頭子就是食青嘅，講啊可能佢就考啊行，食青嘅，要緊個冇估個都吹不極端。我係 Philly 啊。第二就是對 seat 就 limited，你唔知是30嘅 seat 還是30個嘅 seat 嘅。我 already 有伊個類差唔多 under 500塊是參 hotel 加 bus， 我較晏時個 announce 個人講，這是400幾塊啦呐，參 hotel 多人是唔知幾名啊，最 bus 就啲邊領落個去吉隆坡個大一名，แล้ว個去食幾日，แล้ว個嘅一名這是3日多個啦3日。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นั้นแล้วสิเบติเชชิงนอชิงจับเป็ดนี้สิว่าตัวนี้แต่เป็นโบ gathering อ่ะ totally โบ gathering because family จีคอง一起有啦no sorry จีคอง一起我冇จีคอง一起ว่า family affairs 我冇做 anything public แล้ว
我係啱個對話對嘅時候我冇做 anything 變咗學嘅。所以我咪嚟誒，為俾 T-shirt 你看咩 keep 啊？我 T-shirt 啊，我 in limited amount 呢聊就聊誒，冇過 in 咧。所以我有 T-shirt 嘅人就俾。真歡喜來尾票啊！當然應該是只一人笑談，有時啷笑談咧，咪就等我聽就即 recording 嘅時只一人笑談咧，咱就使介紹已經好了。你記人嘅 game 哦，你介紹已經好，我就是介紹已經好，我 post 喺我 website。你有時候嚇，你有時我係經一個winner，一個 design，一個 winner，一個 shirt。你唔知咖喱 shirt 變 bikini 啊？咖喱 shirt 變 bikini 啊？係咩 bikini？未加了無水，就因為嚇，伊有嘅，伊加了做時馬上袂使。我愛加嘅，我袂，因為伊嘅 structure 嘅事。我你啲 shirt 好愛穿好，馬路穿啊，我應該在減肥，我減幾kilo。嚇？我穿住我邊係都好愛穿。Tapi after that 時候，我覺得背我想硬嘅。硬個水嘛？未，想突破多講句啲，兩句啲，嚇未。哎呀！我媽講我突破多10年啦，我真係未出嘅。嗱沙都3年呀，都就係哦。都是蝦米線咯？媽。師母紅，冇話嗱沙係乜就乜多，嗱沙啲嘢乜誒8到3年呀，直直都會是蝦米線？唔知係咪線咧？等你出嚟咪等到估你出嚟，有笑。OK， 感謝阿哥同佢聽就是聽下禮拜再見，佢等緊我這禮拜特別今日就是個別冰啦。新加坡個別冰，加個อาหาร冇ทันหลายแล้วก็เจเตียนนะก็เจเตียนกับเอาไว้คุณแล้วช่างเลย mattress แล้ว超情唔是追情啊亂叫追情是超情超情แล้วก็外面話嘢啦我食店係啦就是啦เจเตียน是เจเตียนแล้วก็มอมอกูแล้วก็ตัวแลบเท้าแล้วก็มาก็เจ้าคือจะแค่กูเล้งเป้ง對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